準備好嘅同學寫個1，我哋一齊做一次。大家準備好啦，開始。天地玄宗吸，全想係金剛之氣，呼返出嚟，萬氣本根，吸廣修億劫，呼出嚟，正悟神通，再吸一大啖金剛，一直落到丹田度，三界內外。保持手型啊，呼出嚟，唯道獨尊，再吸呢個要大啖啲，體有金剛要大啖啲，體有金剛吸，落到去丹田，福應吾身上嚟都係金剛，出去係黑氣，視之不見，吸落丹田，全部係金剛，越吸越大，越吸越大，出返嚟，聽之不聞。再吸包羅天地一個大光球吸返入嚟，養育群生出返去，宋詞萬變吸個大光球入嚟，一直落去，慢慢個光已經喺度四方八面過嚟啦，出返去身有光明，你個身係充滿咗光明咁出返去嘅，再吸三界侍衛所有嘅氣入返嚟你嘅丹田度。五帝師役出去嘅時候，所有氣出返嚟，五帝所有嘅神仙嚟歡迎你，萬神朝禮吸返嚟，從鼻到全身，再出返去逆使雷霆，再吸鬼妖喪膽入進去，精怪亡形出返去，再吸啖內有霹靂嚟啦。入到裏邊啦，你個霹靂嘅雷都出嚟啦，所有嘅金剛放到無限大，雷神隱明出返去，動位交切嚟入返去，五氣騰騰，五氣喺度出返去啦，最後無限大嘅一個光球，金剛速現入返嚟，福護吾身，最後兩個手握固，呼返出去。感受呢個氣喺你身上繼續流走，越嚟越大，慢慢感受佢嘅流走，發現自己濁氣出咗嚟。好，大家有咩感覺？可以喺呢度反饋下，因為好多人第一次嘅修辭。